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海旭閣一個527尺3房2個洗手間嘅單位。海旭閣位於元州街298號，喺1999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8尺半，個廳大概係15尺乘以12尺，因為業主做咗 open kitchen。呢間房大概係6尺乘以6尺半，咁業主就利用咗個窗台做咗張高架床，張床大概係3尺，3尺半到頂嘅衣櫃。主人房大概係8尺乘以8尺半，5尺嘅床，咁你全部都係地台，可以有儲物空間。窗台嘅位置亦都做咗一組櫃。第一個洗手間，第二個洗手間。洗手間仲可以放到洗衣機同乾衣機。工人姐姐房我哋就唔影啦。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